完全就是驚嚇！我城市走婚俱乐部是有原则的，我为什么要创建第2条隔离式交往？就是为了给我自己留个足够的私人空间。是，人家说了，不会影响隔离的。还要怎么隔呀？都隔到1码上了，怎么离？美女，你听我说，你别生气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就干脆让他离开马场好了，不要他好了。baby， 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，对不起啊。那就让他走，就让我天天在厨房裡邊被烟熏死好了，被那些火給烤死好了。baby， 我本來想我到這個會所來工作，我們倆就像上大學一樣，能天天在一起。沒想到會惹你這麼生氣，對不起啊。行了，你別哭了。你要實在那麼需要他留下來，那就把他留下來吧。這麼說你答應了是不是？那我得趕緊回餐廳去布置了。啊，對了，你給可風打電話，晚上一起來試新菜吧。啊，我先走了。這他媽翻臉比翻書還快！这也不知道怎麼了，老是沒精打采的，帶他出去溜達吧。走兩步他就不想走了，你說他到底怎麼回事啊？這毛色是有些發暗，飲食情況正常嗎？吃飯倒是挺正常的，而且吃的也不少。他就是老晃來晃去的，不會是缺鈣吧？哦，閃閃今年已經12歲了。這要按照人的年齡來算呢，他已經步入中年，到了這個年紀，鈣流失的情況是有可能發生。